花莲警方抓到一个代理石工厂负责挂石头的师傅，伊伫咧处理家己做蜡枪，讲要拍蜡。不过，这个查某人毋是原住民，所以同款算违法，而且这枪的数量是不止啊多，警察怀疑伊是要做来卖钱的。花莲警方接到家人刑警大队通报，红林店有一个查甫人家己做枪去山顶拍蜡，警方随申请搜查票去引导调查，确实伫伊房间超出4支改造的蜡枪。这个查某人情绪激动，认为伊并无违法。我你解水啊，我就有啊，好啦，我无迄种的，无要紧啦，我互你解水啦，你莫生气啦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涉嫌做蜡枪的这个姓温的嫌犯，平常时啊伫代理石工厂负责切割石头材料，伊利用伊这方面的技能伫咧厝内做蜡枪，讲是要甲朋友上山拍蜡。不过伊并无原住民的身份，袂当申请使用蜡枪。温姓嫌犯不具有原住民的身份，因为朋友均是原住民，都拥有枪支，可以随时上山打猎，所以心生羡慕不已，竟不顾法律而自行制造猎枪。不过，现在要拍蜡，爱做遮尔侪支蜡枪，加上这个蜡枪完成度真悬，做工嘛真有路。嫌犯的讲法，警方认为可能有问题。这4支枪都制作非常精美，是不是有转卖贩售？这部分我们在继续查证中，但是这4把枪经过我们的检验，确实具有杀伤力。除了这4支蜡枪，警方还有一个手查到改枪的部分零件，还有其他改枪用的家私、钢珠、甲迄等的证物。专案则违反枪炮弹药刀海管制条例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公司新闻花莲报道。